观众朋友大家好，又一次在戏剧大舞台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钱云。大家知道在每一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这就是扶持青年艺术家的板块。这个计划呢，为青年艺术家搭建了一个推广和展示自己的平台。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就是上海越剧院的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源剧组，他们呢也是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的违约作品。下面呢，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创人员登台，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台前幕后的故事。好，那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出戏的这个主创人员啊，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介绍。那么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编剧周倩啊，你好。这位是张磊导演啊，这边呢是这出戏的主演兼策划人啊，辛雅琴，雅琴你好啊。还有这边这位是我们这出戏的副导演孟丽敏啊，欢迎四位的到来。其实这出戏一经推出啊，我觉得已经带着很多光环了，因为有很多新概念的名词，比如说沉浸式的这个越剧，还有颠覆了几百年前的那个故事，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这到底是一出什么样的戏，到底跟原来的这个孟丽君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就是今天我也是带着这些问号来的。也很巧合，正好这次第19届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嘛，那么他们那个是需要比较先锋性的、实验性的对一些东西。那么我呢，其实一直都有想，是不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可以跨出一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我是自己是先想到说，那肯定要有一个作品嘛，那我就在想做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我是比较喜欢王文娟老师的这个孟丽君的，那我这也是你老师的代表作，对不对？对，也是我老师单亚萍的一个代表作，就是我一直传承到我这一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所以说当时就想到了这个题材，然后我就跟我的编剧商量，我就跟周倩商量。我们这个戏呢，因为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可能再还原整个孟丽君的人生轨迹。导演之前提出来一个构想，我觉得导演这个构想非常好。他说要打破我们的线性叙述的方式。那么打破线性叙述的方式，就要求我们不可能再像传统戏一样，因为时间也有限制嘛。扶青是要求我们70分钟一定要做完，就不能超过这个70分钟。所以前面如果我们把它孟丽君的这个故事，这前面的这个戏剧性的东西起承转合再敷衍一遍，本来我们传统戏里有，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其实是蛮难的。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翻这个再生源的这个原著，因为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源》，陈端生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弹词小说家，他写到第17回啊，他没有再写下去了，他搁笔了。所以17回之后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发挥的空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版本的孟丽君，她的这个结局是根据梁神德夫妇续的，我们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切入点，于是就从孟丽君的这个身份败露，她一口鲜血吐出来之后，那么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女扮男装了，她何去何从啊？其实故事是从这个最高潮的这个点展开的，但是我们抛弃了，因为导演给我们定的这个基调很好，抛弃线性叙述，我们肯定不是在讲孟丽君怎么解决这个危机了，而是孟丽君的情感走向。这个想法是很好，当时啊天马行空的，但是当这一切一步一步的落实去这个实现的时候，肯定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困难。那我们请这个副导演来说一说，怎么一点点把这个团队构建起来的。放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主创团队。就像周老师是因为我和星星也都认识，然后我们俩比较熟，所以基本上来说还比较容易。但是讨论导演人选的时候，我们是商量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作品是女性题材，然后我们这几个也都是女性，然后我们就希望找一个男导演。因为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本来就不同嘛，况且男性的思考方式，包括还有他们特有的张力，我觉得能和我们做一个互撞、碰撞、融合。然后，当然事实也是。那么男的很多了，男的导演很多了，因为为什么青睐张磊啊？因为导演之前在我们单位正好排了一个《洞君》，也是一个小戏，《洞君》之前是对，因为所以我们认识了嘛。起码来说，因为我们
导演落定了以后，我就可以接下去我们其他的主创啊或者怎么样子，起码来说我慢慢找或者怎么样也都可以了。当我们初审过了以后，然后我们3个第2天我们就到常州找了导演，冲到宾馆房间里面，就摊开了就说不干也得干，对，就这样了。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导演到哪儿，就是飞机火车对，跟着这个跑我当时在常州排戏剧，在广州排粤剧，在江西排徐河高腔，是我到常州来跟我说的意向。我们先谈了第一次的这个意向，然后你没答应的是吧？我答应了，我答应了。对，然后我到广州的时候，他们要进行第2次的审核。辛雅琴和周倩他们就商量出来了，就是那个时期的剧本，然后拿着这个剧本，他就飞到了广州，然后相当于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篮球里面什么人盯人的战术啊。然后这个战术成功的呀。广州粤剧院都出了这么一句话：张导，你是在广州粤剧院排粤剧，就是这个白天在排粤剧，晚上在排粤剧。然后这样子，辛雅琴给他排了2天，就把这个我们这个要审核的这个内容，就在日夜的这样子把它加出来了。然后我很意外，通过了，然后通过了，大家也很兴奋。然后我又在江西排戏，然后辛雅琴也是又跑到了江西，到了江西抚州，汤显祖的故乡。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好的机缘。然后也是拉了一帮那个当地剧院里的演员，帮着辛雅琴一块儿把这个戏给传出来了。然后拿着这个视频的资料拿到院里，孟丽敏再帮他们再一个一个拉出来。那么这样吧，我们不如把那个主演也请到台上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再生缘排演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好不好？好，那么现在除了我们的几位主创呢，还有几位主演也来到了我们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我们的这个尹派小生王清，大家非常熟悉了，还有我们的优秀范派小生王柔桑啊，欢迎。这边还有一个外援，这次是吧？那个相声演员高瑞，掌声欢迎啊！那么你们是不是能自我介绍一下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我这次呢，在再生缘当中扮演的是皇帝这一角色。我在这次再生缘当中呢，演的依然是皇甫少华。我在再生缘里边演的是原生，特别这个加进去的一个人物，对，是不是？哎，好，我们先问一下那个导演啊，因为这是一出小剧场话剧，有实验性质的，那么是不是对于演员一开始就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对，因为观演模式和这个现场距离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实际上对演员来说，他要改变很多传统镜框式舞台当中的表演模式和身体上的一些节奏，可以说原来实际上挺不习惯的，大家会觉得这个这样对这个过程，而且会笑场啊。比如说哪些不习惯，你们能说说吗？王清，当时因为观众距离很近，它不像镜框式舞台，就是它距离很远。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那个它的这种程式的动作，你肯定是不能太夸张，但是也不能像电视剧一样，就是收的太收，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对。然后到了彩排，我们媒体场那天，其实我觉得因为有很多观众进来了。然后在这个演完一场之后，然后我也跟导演有交流，我说我这样是不是有些对孟丽君的态度是不是太凶啦？就是让别人先来观看之后，他们的质感来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尺度是比较合适的。对。虽然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啊，而且大家说起来呢，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王晶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演出完了，根据观众的反馈再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但是呢，我们剧组前往这个探班的时候呢，却发现你们的这个整个创作团队啊，排练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我们会在排练的时候，存心的给演员制造一些困难，比如说像高老师他在走动的时候，因为我说你身边也都是流动的观众，如果说观众跟你打个招呼，你会不会忘词儿？然后我就存心的在排练的时候扰乱他在前面正好在走着背台词，我突然跳到他面前，嗨高老师，然后就定住了，就很容易这样。也许观众啊，我们这次做了很多的就所谓的就是原来的预案，就是观众会有什么样的观众，
观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观众会和你发生什么样的那个？然后我们该怎么做？一切情况都这个想好、准备好。对，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戏，有一场戏，就是有一块戏，是我和那个袁承宗两个人呢，就开始要怼起来了。咱们两个人要因为要争夺孟丽君嘛，然后要开始争起来了。我们两个他是皇帝，我是对剑拔弩张的那种，我是军中帅嘛，然后我对他怎么样，我要抢他，我爱他，我敬他，两个人开始然后我们是围着整个场子要转的，就面对面的那种4个脚扯的。然后第2场演出的时候还好，到第3场的时候，因为有观众他是每一场都来看的。到了第3场的时候，知道你下面要发生什么，对，他知道我会经过他身边，然后因为我们尽管说是沉浸式的表演，其实呢，我们还是有第4堵墙的。演员你不可能很直接的对着观众那样，其实你看他是透明的走过去，然后我就从那个观众旁边走过去，甚至可以碰到他们的身体，把他们就硬着朝里面挤，然后有观众就大着胆子开始就摸你的手。就拉你的手，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就牵了我的手，我感觉到。那你受影响吗？不会。当时因为你完全沉浸在戏当中的时候，就感觉手被人拉了一下，那你不可能出戏，你眼睛还是盯着他。所以高瑞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以前体验过这个沉浸式吗？没有体验过。沉浸式舞台的话，可能我们老的相声前辈的话，我们说原来叫撂地演出也好，或者是在广场上集会上那种更类似于现在的这种沉浸式舞台。但真正回归到剧场以后，可能演员就缺少了这么一种交流的方式。沉浸式的话，它更多的是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这么一部剧作的，所以说它可能对于现在的演员来说，我们去演这样一部戏，对自己的一个成长也是非常大的。说到我们这个跨界合作呢，这一次我们除了这个高瑞啊，我们还请到了3位不同艺术领域的这个演员来加盟我们的剧组。下面呢，我们也把他们请到台上来。好，这次特邀的3位演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创作型歌手，也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张智霖先生。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策划人辛雅琴的先生啊，是不是？待会儿我们重点来采访你们2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优秀的青年评弹演员侯霄胜，欢迎你。还有一位呢，就是也是我们上海乐剧院本身的那个乐队的一位老师，是我们的杨文熙小提琴演奏员，欢迎你。咱们这儿颜值太高了，这个剧组是吧？那张导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3位外援呢？怎么会想到跟他们的合作？刚开始实际上很简单，特别纯粹，好听而已。真的是很纯粹，就是想从一个听觉上面去出发。后面的我们找到了他的一个切实的一个状态，也就是3位老师在里面，他是有真正推动人物和外化人物形象的这个作用的。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评弹演员侯霄胜啊，第一次接触到越剧，对不对？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越剧而且又是一个沉浸式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方式。对，你能说说吗？自己的感受，这个适应的过程？首先是非常荣幸能够加盟这个新编越剧在生源，然后我自己呢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参与的，因为评弹有很多老先生嘛，他们是从戏曲当中吸取很多养料，也比如我的太先生蒋岳全老先生，他就是从京剧当中吸取养料，然后还有杨振雄，他是从昆曲当中吸取，然后这次在和越剧这样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很喜欢越剧，觉得那个越剧唱腔的旋律非常优美，3个流派嘛。然后在排练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修正，因为这次我的乐器它是担任一个伴奏，还有一个那个黄甫少华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一个人物的外化。然后在伴奏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调整。然后当中也有一段纯正的就是讲调流派的一段评弹唱腔。那么在剧中，侯霄胜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这个唱段，是不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愚公不离分。智勇双翼，相在哦。此斗通龙的衙门定，还是谁们双飞生人不负为从心，耳鬓厮谋上相亲，家后夜长在死身。其实呢，这个外援的加入，不仅他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们能说一说吗？因为本身就是我们戏曲演员，也不光光是只对粤剧有兴趣，其实对评弹、对沪剧、对相声，包括相声，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像那个小侯，他的那几句唱我们都会了。他唱大家就特别好听。那因为张智霖嘛，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的演唱会我们也去不是参与，是去观看。本身也很喜欢流行歌曲，所以最开心的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交到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其实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呢，也是各种摸索，然后开始肯定有不适应。比方说，我和小侯的那一段唱腔，除了他自己的一段单独的那个唱腔以外呢，我的一段唱腔当中有小侯间接的就是有间隔的几句唱。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碰到了，比方说男女不同调。然后他们的那个评弹的调和我们的评弹和我们粤剧的调，而且我们又是女调，我们是急调嘛，正宫。然后那个我们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就说翻调，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和我们同调，或者说翻低8度高8度。最后呢，小侯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他就是换了一把琴，之后翻了一个调，那就配合就非常和谐了。就很舒服，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对，有磨合的过程。然后呢，就是我就再讲一个，除了唱腔和演员之间的那个题外话，就是这个再生缘其实是一个女性视角的一个主题，但是她是一个女主角，我们2位是男主角，同时在我们的剧中加入了很多男性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阳刚的这么一个剧组，然后更加凸显了我们孟丽君在一个就是或者说这个男性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包围当中，他的那种女性的坚毅，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然后就突然感受到，就觉得我们张导也特别厉害。然后真的突然之间就觉得哇，这边当我们全是男人啊，在台上他们也是男人，然后就更加凸显出他的一个坚毅，然后他的柔美，然后包括小提琴把他的那个内心外化，哇，这个就感觉太棒了，太赞了。就是这次评弹呢，不光是一个伴奏乐器，它不是三弦，不光是一个伴奏乐器，实际上它分了有3个阶段。这3个阶段就是一个，当然就是刚才所说的，它有单独的一段讲派的这个讲调的这个处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跟王如桑的之间的有一个类似于2重唱似的这么一种贴合。这是第2种尝试，还有一种就是作为粤剧本体唱腔当中出现3弦的音色，它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也就是这种3种不同的尝试，让这个3弦这样的一个乐器真正的如何融入到粤剧当中，这次尝试是很必要的。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段。
好不好？与君一别，岁月长，朝夕远行的多。为相，思所未遇，如今你终于可以功成身退了。功成身退，李君，我知你呀。那么如果说这两位都是外援的话，那么那个杨文熙呢，他属于是本身就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这个成员了。那么但是第一次深入到这种沉浸式的越剧的这个体验当中，也说说你的感受好不好？是这样的，我呢本来就是上海越剧院的演奏员，但是这样一个形式是第一次，就是原来我们的平时你们都是不见观众的，对，都在乐池里，我们都是在乐池，我们俗称说我们进坑了，然后就是一直这么些年来都是伴奏坐在乐池里，然后突然这次的创新的这么一个越剧的这个任务给我，我觉得我也非常荣幸，真的很荣幸。然后呢，我也挺忐忑的，因为很久没有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就是一种演员的形式来拉琴了，平时都是坐在那里伴奏的，那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除了你要演奏之外，你也需要有演的那个成分。我其实要克服挺多的是一个
在高处就是适应这个很高地方的演出。啊，你本来是从一个坑里，然后到了一个很高的，他现在到了制高点上去。这个杨文溪站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座椅，我们把这个座椅全部推到了一块儿以后，座椅上面形成了一个平台，然后每一次怎么不舒服怎么来。还有最好玩的是，杨文溪每一次都要爬上去，就而且他每次都要等着观众看不太到他了，从哪儿溜上去，然后爬到很高一个地方，然后就在当中剧情进行的过程中，对，然后再等到一下子光一出来以后，就一个大红的长裙配上小提琴的 solo， 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是非常赞，好有视觉的那种视觉冲击啊！站的可能有2层楼那么高，它那个红绸就是一袭红衣嘛，然后它那个红绸是从它的腰间这边一直垂到台下，这样太漂亮了，观众有站立的地方，对，就是那个视觉感。特别震撼啊！刚才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员呐，还有青年的评弹演员都已经采访完了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重点采访对象张智霖了。这个夫妻档啊，这次的合作是第一次吗？你们在舞台上？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第一次，包括我们上电视节目也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哎呦，太好了，就把第一次都给了我们戏剧大，太荣幸了，太荣幸了。之前我们也有一些栏目组会找到我们说。不要，不去啊！当时有分开想到请这个3位不同领域的这个艺术家的参与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想到他了吗？是我们哦，是你们，是我们大家说力荐吧？哦，是不是？这个过程能说说吗？就是应该张智霖来干这个啊，当仁不让。你知道，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点排斥的，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他工作特别忙，他是一个非常不守时的人，你知道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排练的时间很紧张，就不能再添乱了嘛。对，所以你知道，我每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你知道吗？夺命追魂考，因为就是我肯定是比他要早出门，因为可能我的排练时间我是全天的，可能他可能要到3点钟、4点钟或者需要他的时候，张智霖，你起床了吗？因为他工作很忙，可能要忙到凌晨3。对，他一般都要忙到3、4点钟可能，所以说他会起得比较晚，他的工作时间都是在晚上的。张智霖，你出门了吗？5分钟。张智霖，你到哪里了？张智霖，然后有很多次排练，因为王青都是跟张智霖，王青，想起你老公呢，导演，张智霖呢，默默里，哎，张智霖来了吗？就是压力是你的责任了，对，就是所以夺命连环考，我说啊，压力好大，除了这么多繁忙的工作以外，我要张智霖。你来了没有？但是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你啊，就是最大的支持啊！大家都觉得张智霖好，是因为也是挺熟了。对，因为你说唱流行歌曲，他唱的好的很多，对吧？但是张智霖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表演欲望很强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给了他一个外号，这个戏的第一男主，对，第一男主角，第一男主角。你有没有把他们的戏都抢了呀？我说，对，因为我们在做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唱歌，包括做演唱会，跟做粤剧舞台这种严谨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你可以随便发挥，就跟他相声他说一样，就自己想到哪儿或者中间词儿你可以乱改，没问题。这次就是你得对上那个词到那个点，所以就是完全是不一样，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说，我们的音乐都是扣死的，他喜欢乱发挥、乱弹，哪里情绪来的时候，他可以多拨2下。王青就傻掉了，就唱不进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扣得非常的死。我一直盯着他，我说你背出来了没有？背出来了没有？我说你不能自由发挥。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播放一下张智霖在剧中的精彩的片段。什么？你玩笑当时很响，万岁不是子母动我，真是我的才华吗？可你是女人啊！李青，你的这实在话，当为朕出征入宫，无益天下。你不知道，朕的那些嫔妃，他们啊，一个忠臣妙龙随风，每日不知所措，一个滋味茶粉陌生，我想困在此处。一个忠臣
斗鸟结门，摆脱这些束缚，一股滋味，吹拉弹音，望儿心锁难清净，四句柴米好寂静，儿语木杂真黄葱，三千分内少字李清，李清特少忙作为娇娘家国。今世用不必庙堂与公家，你神经庙虽未曾举目你神经虽人一语交错望，林少白姑姑讲起神迹闻，多亏你为真风雨接人夫公其人，立公事，妻辈母从，门两方，门两方。银河谐音月如钩，相思难书凭栏处，泪眼望断天涯路，有情总被无情误，一壶沉水藏不住，一粒心路开迷途，星月君写云遮雾，木有知悉山有木。谢雅琴呢，这次是作为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的这个策划人啊，你觉得通过这出戏，你自己成长了吧？而且不是一点点，对不对？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成长还是特别大的。过去的你是什么样子的？过去的我就是说，被动的，很被动，就是领导安排我的工作，给你这个戏了，我会很认真的去完成，但是我从来都不会想，哎，我主动想要去做些什么。那他一直说我，这方面他比你主动多。对，他一直在事业上非常事业心强的人，所以他也要求我。就是说要像他一样，他就说我每天啊，我们以后1年的工作计划大家排一排，我做多少事，你做多少事，我看着他，这真的他也是希望我要像他那样。那我确实是比较被动的一个人。那通过这个戏的一个锻炼，一个学习，我觉得不光是说在我自己一个
作为演员的身份，就是说在剧中的这个人物去呈现的这个角度上，更多我觉得我得到的收获是，因为从这个剧一开始的一个就是说我是发起人嘛，就从剧本到灯光舞美，就是各种各样每一个环节，我都自己有参与到其中。以前作为演员来说。就不会有跟我没关系的，对吧？对，跟我没有关系。我今天来排练，对，我今天来排练啊，排练完我就走了。我今天来演出，演完就走了。就是真的也没有想到，一个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真的是要大家都很辛苦，付出这么多。相比以前的辛雅琴，我们的这个张智霖是不是更喜欢现在的雅琴？都很喜欢。哎呦，滴水不漏，好，都很喜欢，因为角度不一样啊。原来是欣赏他在舞台上的那个表演的魅力，因为我本身我爸爸很喜欢唱京剧，从小时候就一直就有这个戏曲熏陶，听到这个戏曲熏陶，然后本身自己也是搞音乐的，所以这一次是从一个策划人的这个角度，他是一个。总的考虑到这个剧他想做成什么样的，然后找了一帮这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们陪他一起，但他也是有自己主演的这一块，所以更有魅力的应该也是这个现在的这部《在生源》。对，那我知道张智霖本身也是很忙的，他自己有自己的音乐工作室，还开了一个音乐剧餐厅，对不对？事业是红红火火的。但这次还是抽出时间来帮老婆支持他的这个工作。一开始呢，的确是说我真的很忙，我说你们有没有别的人可以找？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找了几个人，后来是说，要不还是你来吧，可能找我他们觉得比较放心一点或者就是从整个情感方面，而且剧组很多人都认识。然后呢，我一开始他最信任你啊。当时一开始呢，我就是觉得可能我就简单的来几天帮个忙而已。但最后现在做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段收获。因为让我也过了一把演员的瘾。然后呢，而且是那么就是严谨的一个高水准、精致的一个舞台剧的这样粤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让我在这里面学习到很多。反过来，我体验了一把他这么多年在舞台上的这个感觉。你也体验了一把沉浸式，然后呢，他呢又体验了我在每天在做的这个制作人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段经历对我们两个人来讲都是互相的一个了解，互相对自己感情就更好了嘛，情感对自己的工作了解。像因为以前总会有抱怨，就说你怎么可以忙到这个程度？就每天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带女儿出去玩，你不能停一停吗？看那个手机。对，你不能停一停。有什么工作这么那个重要？一定要你这个看着，你怎么还在看？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现在回吗？然后这一次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这次在排演期间也正好是我们女儿过生日，就是所以我们那天特地。剧组请了半天假，然后呢就陪女儿，然后呢那次呢就完全反过来，我呢就牵着我女儿，她就一直在发，一会儿跟这个人讲，一会儿反正跟她讲话，角色互换了吗？听不到，我说什么？然后我说我也不怪他，因为我就知道，我说你现在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以前我跟你在一起要发手机。我最近跟他开玩笑，我说最近我们把一首之前我给他创作的一首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粤歌的一个单曲找出来。当点开这文件夹的时候，我自己吓一跳。2012年。一晃5年前。2012年给他写的歌。12年的时候，我就说你要自己开始要做个剧或者怎么样或者单位的大戏一定要认真对待，但自己的想法你已经快这个到中年这个中青年演员这个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想的事情做出来。然后呢，这时候写了这首歌，然后呢，这次翻开来已经5年了。所以5年后就一直晾在那边这首歌，对，没唱过，封存起来，我也忘了这件事情。这次翻开已经5年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当时拿出来的话，也的确没有到那个份上。现在通过他自己的想做的剧，正到了这一步，再来演绎这首歌曲，倒正好。对，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不能把这个5年磨一剑的粤歌，能不能请你们2位合作一下，献给我们戏剧大舞台的观众？有这个可能吧？可以。
乍然相逢，四目相对，令心一痛。一点相思，3000弱水，情根深重。临河岸边，将竹仙草，眉心红。小巷关内，月色融融，竹林风。春相思，夏缠绵，秋断肠，转眼成冬。千金难了难回，心中情百转玲珑。夜晚曲江随，眉蹙远三杯。芳心与诗文，都付零零情中。回首雕梁画栋，红尘一场梦。除了家人的支持以外呢，师长们的关怀和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们辛雅琴的爱人来到现场呢，我还请到了辛雅琴的恩师，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单养萍老师。养萍姐你好。你好，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结成师生啊，大概已经有多少年了？应该有那个90年了吧？应该是从虞美人开始。对，他是06年吧，06年虞美人的时候。11年了。11年了。对。你印象当中学生是什么样的？然后这次是不是让你刮目相看了？印象上啊，你看他那个，其实超前吧，很时尚，很超前。但真正接触下来，他那个还是很保守，很传统的啊，就是以前非常实在，他的内心没有他的外表这么的时尚，对，外表很时尚，很时髦，对的。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戏的锻炼啊，这次其实我挺为他感到高兴的。这次创作，因为之前吧，就感觉到他是懒懒的，就是本身条件非常好，非常优秀，但是他就是不是很特别努力、特别用功的那种孩子。然后，他说怪他先生太能干了啊！也不是吧？那我没想到他这一次能主动的、积极的参加这次福清的计划活动我觉得，而且，默默的2年在准备这个，我觉得，我这么想到，心里想还是蛮有想法的，而且我觉得惊喜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选的题材也非常的好。非常有新意。一个是我们孟丽君是我们剧院的那个经典的那个保留剧目，有非常大的一批老观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他的原著文本也非常精彩。那么他们这次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展示方式，也是在挖掘原著的一个内在的精神，非常有现代感，特别好。那么你看了他们这个现场的演出吗？我看了，我连排跟现场演出都去看了。哦，那你就站在那边，从头到尾1个多小时，一样啊。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因为在剧场连排的时候，跟演出反差还是蛮大的。剧场因为看到我们有点懵懂，就是怎么个感觉？这个观众在中间是怎么样的感受？但是进剧场以后，这批年轻人的，原来粤剧还可以这样演。对的。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还是艺术节的那个福清项目非常非常好，给了这批年轻人有一个这么展示的机会。还有通过这个，我觉得这次院里真的对你们鼓励不管从精神上的，从资金上的，都是非常大的支持。因为我也是作为演员，我也有过像辛雅琴这样的创作过程。之前的虞美人，因为演员主动的去策划创排一个新戏，很辛苦的，压力很大的，你说是吗？
啊，整个过程就像他说的，就是不仅仅是承担一个主要演员的角色，还是半个制片呐。我觉得这次他们主动的拉起这个创作的源头，凝聚一批年轻的团队来推出这个戏，我倒是真的有点对他刮目相看了。那么除了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养萍姐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我们也来听听她对于这出戏，对于雅琴又是怎么评价的。对于新雅琴的表演呢，她是我们越剧院培养出来的新生平时呢她应该是我演过的戏她都演的，孟丽君也演过，《红楼梦》也演过，彩玉也演过，我的主要的戏她都演了，是吧？现在呢她又能够用新的方式再看看越剧今后就是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更加可以使越剧能够丰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使越剧能够发扬光大，使越剧影响力能够扩大。所以说新雅琴呢，它应该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创作演当各个方面都能够扎扎实实的、响当当的当好自己功夫，那么再有他能够有创新的精神，那就更好。现在来到我们舞台上的呢，都是再生园的幕后英雄们，我们请张磊导演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好，我先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再生园的唱腔设计，我们著名的唱腔设计金良老师金老师你好。对，然后在旁边呢是我们的 MIDI 制作贺贤云老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轻有为的赵斌这次的作曲好然后这是我们这次的舞美设计张达明，还有我们的灯光设计方琼，我们的人物服化设计刘新慧。欢迎大家的到来啊！那么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啊，我们先说说这个唱腔设计，因为虽然是一出实验性的越剧，但是呢，这个流派的韵味还是很原汁原味的。我们请唱腔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配合我们这个实验性的这个越剧来做这次的唱腔设计的，好不好？我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们那个优秀的导演张磊啊，他就跟我讲了几句话啊，我印象很深的。他说绍兴黄酒啊，味道是很纯正浓厚的。我们越剧的那个流派唱腔就像绍兴黄酒一样的，你这个酒你不管怎么包装，味道一定要有这个味道，然后这个人家才会接受。是，就是我们那个必须有根基，我们不能做浮萍。虽然我们是实验性的越剧，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越剧流派啊，这些老师那个是几十年的积累才成为流派，所以这个流派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我一直说，我们要很尽量的那个心情啊，去崇拜这些流派，要认认真真的学习这个流派，然后呢，要掌握这些流派，这样呢，观众才会喜欢我们的越剧。因为喜欢越剧的观众，其实就是喜欢我们越剧的各方面的东西，但是最喜欢就是越剧的音乐好听，流派唱腔好听好，所以从这个流派唱腔这一部分，我们还是走的是经典的，对不对？传承的是经典的。对。那么我们在这个舞美的设计上面，和这个传统的越剧有一些什么不同呢？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没有观众席。哎呦，观众就从头到尾都是站着的，是吧？对，这是我们对于越剧的尝试一个最开始最担心的一个部分。我们不知道观众会看向哪里，会不会听我们的这个舞台调度来改变他们的位置，会不会配合？其实刚开始是心里没有底的。对。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演员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跟观众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会发生什么样的这种，会不会有默契，还是会有冲撞？这些我们都是。就等于是未知数，对，是在演出当中去找到这种经验的。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舞美的设计啊，我们再来说说这次的这个灯光的设计也得配合这个舞美啊，必须要有这个创新的意识。来，灯光老师能不能说一下？方兄，哎。其实一开始就是说这个方案出来的时候，我们灯光这边也是，其实感觉压力也蛮大的。对，本来你传统的舞台就照那个传统的区域，这个舞台区域就行了。首先你从就是灯光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戏，然后观众不是一个镜框舞台，它不是正面去观赏，所以你灯光在部位上，它就要考虑到360度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记得当天晚上我跟导演一起，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面在对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你这个角度看，哎，那个灯光是看不到，但到了那个角度又看得到。因为刚刚可能就我们舞美设计张老师这边也没有提到，对，因为还没有提到，就是舞美这块的材质用了这个铝箔纸。舞台设计当中呢，用了2个元素，都是泛光性的材料，一种是铝箔纸，还有一种是玻璃丝。那这2个材料其实给灯光跟服装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当时那个舞美设计也跟我讲，就反光这么厉害，灯光这边一开始我是也很担心，因为从传统我们做戏曲这一块的话，就会非常讲究，就是不要反光，因为本身反光出来就是会让演员的脸各方面就会。后来我们想，既然这是做一个先锋实验剧，那我们就干脆利用这个特性，因为本来当初导演和舞美设计就确定要用这个材质来做，就是想要打破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现实环境，我们就走一种超现实的感觉。那灯光 OK， 我们就往这方面去走，就让它去反光。而且就是说，这种反光材质就有带来一个特点，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色彩，反而增加了一些这个戏的可观性，是吧？而且就是说，这样其实我们也是达到我们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辛雅琴演的孟丽君这样一个角色，它是有很多就超现实内心的东西，本身它就是超越那个年代该有的一种新的思想。那么灯光就干脆也是走超现实的，就给他营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灯光的空间给他，他有自己内心对自己的一段的独白和思索。刚才说了，这个舞美设计啊，包括灯光设计，都是很多超现实的元素在里边。那我想，这个服装必须也得是超现实的吧？我们这次的服装，因为考虑到我们一开始跟导演跟舞美灯光在谈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谈过，也有好几个方案。一开始我们定的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风格，后来因为舞美啊灯光就是调整成一个比较超现实的一个东西以后，它有一个铝箔纸，还有反光，所以我们在服装的面料上，我们就是相对的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和演员跟观众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如果就是那个太反光，它会造成一个那个观众的一个视觉盲区，所以我在面料上的选择就是可能相对的比较吸光一点点，相对的更加的吸光一点点。这边扬，你这边稍微收一点点，一点。对，我们在服装上就是继承了我们戏曲的传统的一些真丝面料，还是有所保留的基础上，然后做了一些创新，运用了一些透光的纱，然后这个纱呢，它同时又能吸光，但是它又能透光，就是灯光打上来的时候，它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变化。细节决定成败，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特别用心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音乐的设计啊。这次我们的音乐设计主要是以那个人物角度来考虑，因为这个再生缘呢是一个新编的一个，我们在导演的带领下做一个实验乐剧。那在音乐上呢，我就突破了我们原有的这种传统民族乐器伴奏的一个方式，我们那个找贺老师帮我们做了一稿这个迷笛小样，想用流行的元素，然后增加点摇滚、还有那个爵士，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来做这个剧。然后呢，专门为3位主演，我们准备了3个乐器，分别是3弦、吉他跟小提琴，因为这3个乐器呢，能直接从头到尾的贯穿他们这个人物的个性，也能很鲜明的把这个戏的那个人物内心情感表述出来。那么对我自己本身来说，我其实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东西，我这几10年做音乐制作已经做了很多。我心里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把那个越剧那个戏也能通过这种很新颖的一种跨界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下。那么这一次正好张导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开这个会，然后他说我们这个戏要打破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音乐的伴奏的一个模式，然后就一拍即合，然后我
看见金良老师写的非常不错的唱腔，以及这位很年轻有为的作曲写出来的那个旋律，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这个旋律已经完全是像那种美国大电影的那种感觉了。突然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水到渠成吧。一看到这个东西，马上就能做出这样一个风格的音乐出来。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呢，凝聚了我们团队的这个智慧和心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再来看第2轮、第3轮的演出的时候，一定会更有代入感。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我们这个幕后英雄们，谢谢你们的到来。上海越剧院2团团长徐玉平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间啊，徐团你好。我们知道这些年院里团里啊，对这个越剧青年演员的扶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特别为这个青年团队骄傲，对不对？是的。首先呢，我想代表院里团里祝贺我们再生缘这次非常成功的，呈现给了观众朋友们一台不一样的越剧。这里应该有掌声的啊，自我肯定和骄傲的，必须的啊。无论是来观看到我们的那些专家，以及我们的那个媒体朋友，还有就是普通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评价和口碑都是非常的棒的啊。那我们院团领导也在设想，就是把这样的作品能够进一步再修改提高，乃至于带到国际舞台，可能会我们院里的领导梁院那么也在说，昨天也跟我在聊到这个事，他说这次的反响这么好，那也是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啊，因为我们是跨界的，也有其他院团的一些演员制作人啊，制作的那个舞美啊、灯光啊等等啊。那在这里呢，也代表我们院团感谢所有参与的其他院团的一些人啊，艺术家们，谢谢。对，我们也在这里呢，再次祝贺再生缘演出成功，我们也期待第2轮尽早和大家见面，好不好？好，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做客我们今天的戏剧大舞台，我们一起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再见。